為推動澳門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多元發展，澳門大學不斷完善產學研平台建設，創新深度融合機制，打造科研成果產業化路徑。澳門大學依託3間全國重點實驗室，引領前沿科技突破。中藥機制與質量全國重點實驗室解決中藥機制同質量關鍵問題。模擬與混合信號集成電路全國重點實驗室，深化微電子研究同產業合作。智慧城市物聯網全國重點實驗室，推動物聯網技術喺智慧城市中嘅實際應用。為推動新興領域研究發展，澳大打造多個科研平台，成立國家教育部精準腫瘤學前沿科學中心，聚焦癌症治療前沿探索。澳門先進材料研發中心，突破先進材料應用技術。研究服務及知識轉移辦公室，全面強化知識產權管理服務。為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澳大成立創新創業中心，助力大學優秀科研項目孵化，對接業界合作需求。澳大創科有限公司搭建科創企業平台。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同橫琴澳門大學高等研究院打造產學研示範基地，加速科研成果喺大灣區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轉化。澳大積極聯動政府、企業搭建多元產學研平台，提供科學優質嘅研究同檢測服務。成立澳門中藥研發中心、澳大澳門中藥檢測中心，助力推動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發展。設立澳大工程研究及檢測中心有限公司，為本澳工程領域提供專業服務同支持。近年嚟，澳大產學研發展成果豐碩，喺中華醫藥與生物醫學領域、微電子領域、工程與材料領域、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領域均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澳大已成功孵化超過70家公司，涵蓋大健康、生物醫藥、通訊、金融科技等領域。未來，澳大將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為國家、大灣區同澳門特區所需，推動產學研合作，促進成果轉化，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